寬宏大量的主，作者 Johnson 弟兄，愛萬民靈修分享經文路加福音23章34節，父啊，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所做的，他們不曉得。默想與體會，這節經文係十字架七言嘅第一言。喺耶穌被釘十字架嘅過程之中，羅馬士兵加給咗耶穌各樣嘅苦難，用鞭打佢，用手打佢嘅面，向佢吐唾沫、吐口水，俾佢戴上荊棘，穿上紫袍羞辱佢。佢冇犯罪，然而就被判咗死刑。喺十字架上面，耶穌嘅第一句說話就係：父啊，赦免佢哋，因為佢哋所做嘅，佢哋唔識得。當局者嘅宣判，士兵嘅虐待都係犯罪，犯嘅係滔天大罪。按照我哋人們嘅想法，就係呢啲人當受咒罵，但係耶穌正為佢哋禱告，求天父饒恕佢哋。如果我哋當時亦都在現場嘅話，我哋可能係其中之一個羅馬士兵，或者係一個平民，我會點呢？我哋係咪會高聲咁樣喊，釘死佢，釘死佢？嗰一位也許就係我哋耶穌虐待耶穌嘅嗰一位，諗起上嚟都極其恐怖。我哋嘅罪真係好大㗎，我哋得到嘅赦免亦都係好大啦。親愛嘅主耶穌喺十字架上邊向天父嘅禱告，亦都係為我嘅禱告。我一生不知犯咗多少嘅罪，得罪咗神，你正向天父禱告赦免我哋嘅罪。我要感謝你，讚美你嘅大恩大德，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哋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覺得可以同朋友 share 嘅話咧，就可以撳 share 啦。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